2024年全球蜂蜜產量突破200萬顆，市場價值高達66億美元，淨係中國一年就貢獻咗46萬顆，相當於每秒鐘有14公斤蜂蜜由中國蜂場湧向全世界。但你可能唔知，呢堆積如山嘅金色液體係由一群體重唔夠0.1克嘅小昆蟲用液同蜜為一滴滴咁儲出嚟。一隻工蜂嘅壽命只有6到8個禮拜，喺咁短暫嘅一生入面，佢要飛上百公里，探望幾千朵花，最後留俾人類嘅蜜只得1/12茶匙。換句話講，你今日搽麵包嗰一羹係12隻蜜蜂嘅一世。咁問題嚟啦，呢種原本由小昆蟲手工重做嘅天然液體係點樣變成超市貨架上整整齊齊嘅純蜂蜜？人類又係點樣將幾億隻蜜蜂嘅勞動組織成一條工業級生產線嘅呢？今日我哋就帶你深入呢場跨越蜂巢同工廠嘅奇幻旅程，一切由一隻蜂王開始。養蜂人呢，恐怕係地球上最講究血統嘅農民，因為蜂王係成個蜂群嘅產物母機，所有工蜂都係佢嘅後代，佢嘅基因直接決定咗採蜜效率、抗病能力，甚至乎成個蜂群嘅脾氣。所以聰明嘅養蜂人絕對唔會俾蜂王隨便自生自滅，佢哋會由最強壯、最高產嘅精英蜂群入面揀選幼蟲，進行單獨嘅人工孵化。孵化室入面嘅溫度、濕度同食物俾人精確控制。12日之後，一隻新蜂王破殼而出，被送入新蜂巢，開始佢嘅女王生涯。一隻健康嘅蜂王每日可以產2000粒卵，壽命可達5年，一生可能孕育數百萬隻工蜂。你睇下，揀啱一隻蜂王就等於鎖定咗未來好幾年嘅甜蜜收成。當蜂巢入面嘅蜜床達到飽和，人類就要介入啦。呢樣恐怕係地球上最考驗勇氣嘅農活。養蜂人必須將自己包到密不透風，防風衫、頭盔、厚手，一寸皮膚都唔可以露出嚟，因為對面係幾萬隻隨時準備搏命嘅小衛兵。但全身裝備只係基本，真正嘅關鍵係一把煙神噴唇，向蜂巢噴入粒白煙，唔係為咗驅趕，而係一個巧妙嘅欺騙。蜜蜂聞到煙味，會本能咁以為森林發生火燭，即刻大口吸蜜，準備走佬。等到蜜胃撐到空卜卜，個肚就挖唔到針刺，自然失靈。你睇下養蜂人着住白色衫洗煙，搞裏邊慢條斯理咁操作，唔係搞緊神秘儀式，佢係用一梳煙幫過萬名武裝小衛兵做咗集體催眠。喺煙霧嘅保護之下，養蜂人用專用嘅撬棍輕輕撬出一片片蜂皮木框，上面整齊排列住六邊形嘅林室，每一個小房間都灌滿咗金色蜂蜜，然後用一把柔軟嘅蜂刷將殘留喺上面嘅工蜂溫柔咁掃開。呢一幕充滿反差，一邊係殺氣騰騰嘅蜂群，一邊係極之耐心嘅動作。喺一啲傳統蜂場，經驗老道嘅女蜂農甚至唔着防風衫，空手喺蜂群入面穿行。佢哋對蜜蜂嘅脾性了如指掌，簡直好似識得同蜜蜂傾偈嘅蜜蜂耳語者。採落嚟嘅蜂皮迅速裝箱運去工廠，田野嘅詩意即刻退場，取而代之嘅係不沖降同傳送帶嘅冷靜節奏。第一步叫做設欄蓋。蜜蜂儲滿蜜之後，會用薄薄一層蜂蠟將每個小房間封住。呢層蠟相當於天然嘅保鮮膜，可以令蜂蜜放幾年都唔變質。但呢層蠟亦係工廠嘅第一道障礙。機器上面有一對高速震動刀片，好似鬚刨咁，由蜂皮兩面將蠟蓋精準咁刮落嚟。切得太深會破壞蜂巢，切得太淺啲蜜又出唔到。講嘅就係分毫不差，成個過程幾秒搞掂。刮落嚟嘅蜂能即刻進入回收系統，佢係整能竹化妝品嘅貴重副產品。切完蠟蓋嘅蜂皮被抹着，裝入一台巨型金屬圓筒，直情係一部超大碼洗衣機內膽。呢個就係蜂蜜分離機。當機器高速旋轉，
離心力將蜂蜜由立室入面狠狠咁揈出嚟，沿住內壁匯集到底部，就好似揈乾啲衫咁，一滴都唔嘥。呢個設計嚟自世界第2大蜂蜜國土耳其，揈到乾乾淨淨嘅蜂巢缺口依然完好，清洗之後會還俾蜂農，等蜜蜂重新填充。呢個真係一個永不停止嘅循環。蜜蜂啱啱將啲存糧全部上繳，回過神嚟又要重新儲蓄，簡直係昆蟲版打工仔輪迴。分離出嚟嘅原蜜並唔純正，佢混雜住細塊蜂拿花粉粒，甚至蜜蜂嘅殘枝，所以緊接住就要泵入多層過濾系統，粗網先截住大塊雜質，幼網再攔截幾乎睇唔見嘅微小顆粒，最終流出嘅係純正金黃色嘅液體。嚟到呢度仲未可以入樽，有一個關鍵步驟叫做靜置。新蜜裏面充滿細密嘅氣泡，如果直接封裝，睇落會玩樂不堪。工廠會將蜂蜜傳入巨大嘅不鏽鋼缸，喺恆溫之下靜靜咁瞓2到3日。呢段期間氣泡慢慢上浮，排走，蜂蜜自然增稠，達到嗰種濃稠通透嘅完美狀態。唔可以加熱，唔可以攪拌，只能夠等。呢個就係工業流水線，向自然規律低頭嘅收灑住時刻。靜置好嘅蜂蜜被送去罐裝，空玻璃樽排住隊經過傳送帶，罐裝嘴精準對準樽口，根據設定嘅克重注入蜂蜜。因為蜂蜜遠比水黏稠，普通噴嘴極易堵塞同飛爛。呢度嘅噴嘴全部都係經過流體力學反覆優化，能夠做到精準定量，零滴漏零難捨。機械臂隨即扭上樽蓋，貼標機印上生產日期同產地，最後成箱發去全球貨架。除咗樽裝，仲有更加得意嘅蜂蜜小匙羹。蜂蜜被注入匙羹形狀嘅模具，再用薩子封口，就好似包一份小禮物，搣開直接用，完全唔黐手，特別適合帶出街或者沖咖啡。不過咪以為蜂蜜得一種樣？全世界嘅蜂蜜可能有上千種風味，決定風味、顏色同價格嘅關鍵唔係工廠，而係蜜蜂飛去嗰朵花。工蜂非常專一，一旦鎖定一片花海，就會重重複複咁去採。所以一巢蜂蜜往往凝結住一種特定花朵嘅靈魂，好似紐西蘭嘅麥盧卡蜂蜜源自獨有嘅灌木，一小樽可以賣成$100。喜馬拉雅嘅痕崖蜂蜜由高海拔花蜜長成，含有微量致幻物質，被當地人叫做蜂蜜，少少提神，過量就放倒人。阿根廷嘅三葉草蜜淺，金色清甜。西班牙嘅橡樹甘露蜜接近黑色，帶有木質香。中國嘅荊條蜜、椴樹蜜、油菜花蜜各有鮮明個性。你打開一樽蜂蜜，聞到嘅唔單止係甜，更加係一片土地，一種氣候，同一個季節嘅陽光記憶。真正識得品蜜嘅人，品蜜就好似品酒師品紅酒一樣，能夠喺一羹入面離出蜜蜂飛過嗰座山，嗰片花海。蜂蜜仲係美容界嘅常客，佢係一種天然保濕劑，能夠鎖住空氣中嘅水分，搽喺皮膚上柔軟有光澤。好多面膜、潤唇膏入面都有佢傳說。埃及妖后克利奧帕特拉就常用牛奶同蜂蜜浸浴，保養佢嗰傳奇嘅美貌。2000年過後，蜜蜂依然喺度幫人類對抗時間。回望呢趟旅程，由花海之間工蜂振翅嗰1秒，到孵化室入面新王破殼，由養蜂人手上嗰籮稀盼性嘅白煙，到工廠離心機嘅怒吼，再到嗰2日安靜等待，呢一切精密配合，最終凝結成你早餐台上嗰一羹金色一小樽蜂蜜裏面，收藏住幾百隻蜜蜂嘅一生，幾千朵花嘅靈魂，同埋蜂農同工友喺晨光之中嘅忙碌。佢唔單止係糖，佢係大自然同工業聯手完成嘅禮物。咁問題嚟啦，睇完呢啲，你最想試邊種蜂蜜？係身價不菲嘅紐西蘭麥盧卡，係清雅嘅中國椴樹蜜，定係喜馬拉雅嗰種少少提神、多多放倒嘅限崖蜂蜜？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嘅選擇。呢度係我哋嘅頻道。
我哋帶你深入嗰啲隱藏喺餐台背後嘅巨型機器，由24小時不停歇嘅流水線，到蜜蜂飛過嘅花海，由精確到黑嘅食物車間，到餵飽千萬人嘅攀大供應鏈。每一次探訪都隱藏住一個超乎想象嘅食物世界。如果你鍾意本集內容，歡迎點讚訂閱，等我哋一齊揭秘每一啖美味背後嘅工業奇觀。